道化家庭，我们将把孝道落实在日常生活中，传承你们慈悲喜舍的榜样，让德慧传家的精神在我们手中发扬光大。爱的行动志愿，从今以后我会多一点体贴，分担父母辛劳，多一点精进，不负长辈期许，多一点温柔、温暖、充满弥勒欢喜，让佛堂与家里洋溢正能量。好，那我们感谢自己，给自己掌声。然后我们也谢谢先佛来一鞠躬，妈妈都听到了，我们的爸爸妈妈都听到了。好，请坐下，请各位复位哦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刚刚有最后一群进来的小朋友们很可爱，对不对？来，几个工作人员先帮浩雪把这边拜垫清场一下。谢谢，请大家多听听哈。我们刚刚有看到我们很可爱的小天使哦，大天使、小天使。接下来是我们的读经班的爸爸妈妈，还有小天使们带来的快乐的唱跳表演，让我们掌声欢迎。